看桃园的大园啊，最近因为公所请厂商来赶草啊，厂商是赚低草济，造成大约有20家的稻啊，拢黄去、冷去，损失真严重哦。公所爱农民家己甲厂商联络，看要安怎来处理，互农民真不满。再打落啊，打落去就无效啊，水圳边啊，规大片稻田特别收成，煞突然打唔去。农民不满区公所委华除草公司喷除草剂年春，烦恼高公牛拿风检出农药残留，过当年会失去资格，有的烦恼影响搬上收尾绩效。投诉公所了后，消防通知自行甲厂商联系，去甲稻卡断地，拢向机关申请。大南风喷的，你不要看这里只有这里而已哦，已经飘到30公尺以外哦，那个都有农药残毒了，不是说肉眼看到这一点点而已。现在所受影响的面积差不多有20甲左右，沙仑、郡头、内海、和平。西海有4、5个里都有这种情形，可是现在才知道，赶快。对啊，区公所现在才知道啊。针对农民不满，大园区公所解释，委托厂商除草，使用除草剂并无伫合约的内容内，才会引起误会。厂商也当场答应会负起赔偿责任。机关也要求农药局将污染病照先考虑出来，只要有除草剂就3度销毁。污染的农田，还有它周边可能会污染的一个范围这个部分会来做相关的移动管制，后续会把它做铲除销毁。农业局强调，污染农作物会彻底删除，未流入市民，也已经进行产区测压，甲实主采样送检，1礼拜内处理检验报告。若确定是除草剂造成，会以农业管理法非法行为人。另外，也透过协调会议减少作物删除，甲无法度交公牛的损失补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